南投的雨嘛落袂离哦，直接往来水里的主要道路第16线昨暗8点外放线交通中断。伫德山有地龙甲师傅计共15个人，因为大水雨溪水中起掉伫山区哦。因为溪水搁正串流，所以是先送物资，才去看状况，甲人救出来。另外，伫苗栗大湖乡的苗61线7.2公里的所在，嘛有土石啊放落来。 民众开车为南投直接往水里的方向行驶，发现路拢去土门沟啊陷去。台16号线土石流都崩了。 土石甲树蛙顶伫路的山边，还有土门沟啊流落来。31暗时，南投山区大雨一直落，直接往来水里的第16线，向向山坪大规模崩塌。伫苏双向4线道全部无法度通过，警方封锁道路，干务单嘛赶紧出动大型机具107通车。我们有替代道路就是台54线，从那边先有一些上班族，就从台54线那边进来学习上班。那公务段的部分预定今天11点抢通。 伫南投德山，原来传出有15个地龙甲捡地师傅，因为溪水涨悬，煞掉伫大湾山区。串流的水一直冲落来，佮加查水坝的关节叉形成水墙，根本无法度行过对岸。这15个掉伫内底的地龙甲捡地师傅，30透早6点就上山工作，本来一定当日落山补给，无想到煞无法度出来。 目前哦，迄路袂畅通，无电啦，所以我也无买偌济物件入去。旧图54线30K 啊，26K，因就入去捡地啊，就袂当出来啊，就无法度啊。工作原人准备救援物资，毋过考虑水也真串流，救援人员考虑安全，毋敢冒险过河，先用爬丝仔穿甲丝仔来送物资，暂时解决断粮的问题。天后气候稳准，就会救援。另外，伫苗栗大湖苗61线7.2公里的所在，原有石头放落来，好甲载无人员受伤。公所原派大型工具机伫咧抢通。记者采访报道。